冇一個人能夠喺 check 完另一半電話之後笑住走。65% 嘅人都承認曾經偷睇過伴侶嘅手機，多過50%嘅人都係中意睇下對方嘅社交平台同埋 message。但同樣有51% 嘅人係睇下啲相，唔知點解有人出軌偷食都中意留念，咁佢又知道影完要 delete，所以最後喺最近拆除呢個 album 入邊就係最精彩嘅內容。而我哋對一個人心儀一定係有啲原因嘅。調查中都見到偷睇手機好少係一時嘅好奇，甚至大部分人喺 check 之前已經有過分手嘅考慮，會懷疑其實真係嚟自日常中觀察到對方嘅一啲改變，避開某啲話題，成日話 OT 加班，突然又識得非常負責任咁話俾你聽要瞓覺啦。研究都證實女性比男性更加擅長推測面部嘅特質，例如判斷對方是否誠實。雌激素嘅作用又令女仔對情緒嘅語言變化更加敏銳。所以男朋友一講大話就出事係非常合理嘅，你女朋友就係叻啲咯。不過美國都有40%嘅受訪者表示，對於伴侶睇自己手機都覺得 OK 嘅，其中有60%嘅人甚至話睇咪睇咯，冇咩要隱瞞，有時更加俾對方發現到一啲暖心嘅內容添。不過 after all 都覺得作為一個親密伴侶，應該要信任自己。反映就係偷睇人部電話，始終都係會令嗰個人感受到不被信任。有人就話，咁係佢自願分享密碼俾我，但有時對方係因為怕咗你啊嘛。如果係屬於呢種情況，一個有關 Gen Z 嘅研究就話係屬於 IPV 嘅一種，咁你哋嘅關係唔會好噶啦。情侶之間 check 得電話，其實一般都代表你哋需要有後續嘅對話。一段關係真誠先至係解鎖最好嘅方式。